一点。还可以了。那个，来一首你讲话的时候好不好？我先喝水，你开始看我。你紧张什么？你要啊？对，你告诉我说你要自己自弹自唱一首歌，是不是？没有吗？那这样子，那我还是，你刚讲什么脏话？那告诉观众朋友你刚讲什么？你说你是那种隆昌的，是不是？你别闹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了，我们喜欢这样子自己自娱于人，就比较不会无聊。好，接下来也是带来这首我自己的创作，这个是好像是前几个月写的一首歌，然后是一首国语歌啊，它就是奇怪，阿美族的男生就是不是谈恋爱就是失恋，就是在这个两个这样就是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，是谈恋爱就是失恋，谈恋爱就是失恋，然后这首歌叫失恋歌，然后那叫做没有你的世界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怎么？那是投币9527，结束了界限，没有你。
OK。